大家樂雙十一優惠，由11月11號到13號，一連3日，佢有呢個雙十一嘅下午茶優惠，就係一隻雞髀加一隻雞翼，咁就咁樣1比1雞翼22蚊。如果你要配呢個飲品呢，就加10蚊，就32蚊一隻雞髀一隻雞翼加一杯飲品，就係咁啦。